胡志明市得1日，低成本可以玩出啲咩花款？答案絕對令你 O 晒嘴。價格單同行程我寫喺最後面。朝早1於去食 Banh Mi Hun Hoa，呢間係胡志明市最出名嘅粵式法包，排長龍係基本操作，豬肉、豬肝醬同埋啲菜夾埋一層層，咬落去簡直係世一，大概10到15蚊人仔就搞掂。食飽就去聖母大教堂同中央郵局轉下呢啲法國殖民時期嘅建築，全部免費任睇，求其影張相都係大片 feel。之後順便去埋隔離嘅 Nubbin Fan 書街，絕對係文化地標，成條街都係書店同咖啡鋪，免費行之餘仲可以瘋狂打卡。晏晝1於去 Content Bagin 呢間超隱世嘅地道小店，賣緊全城最正嘅碎米豬扒飯，連本地人都瘋狂排隊，一份20幾30蚊，大件夾抵食，食完包你大滿足。下晝就去戰爭遺跡博物館了解下越戰歷史，入場費先12蚊，絕對係胡志明市最值得去嘅博物館。行到攰就去大名鼎鼎嘅咖啡公寓，嘆杯啡，足足9層樓，每層 style 都唔同，一杯咖啡都係15到30蚊，任你影相影到手軟。傍晚時分殺去檳城市場掃貨，買啲越南咖啡豆、腰果同手信。不過記住一定要瘋狂講價。夜晚直踩杯 V 人步行街，睇住霓虹燈同街頭表演，坐喺路邊飲杯5蚊雞嘅生啤，感受下最地道嘅越南夜生活，為呢一日畫上最完美嘅句號。喺胡志明市由朝玩到黑，又食又嘆，真係爽到爆。你覺得呢條路線抵唔抵玩？記得留言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